以下示範搬抬重物嘅方法。搬抬重物嘅時候要注意，我哋腰背要挺直，用大腿蹲低，將重物貼近自己嘅身體。拎起嘅時候仍然保持腰背挺直，用大腿出力。當搬運時候要轉向嘅話，記得要移動雙腳，千祈唔好原地轉腰，咁樣會增加咗腰同埋膝頭嘅壓力。放低重物嘅時候一樣要保持腰背挺直，用大腿慢慢蹲下，亦都要記住保持重物貼近自己嘅身體。以下會介紹常用嘅扶抱法，包括一人扶抱法同埋穿臂扶抱法。同時喺進行扶抱之前，要評估自己嘅能力同埋環境，選擇合適嘅扶抱方法。以下係示範一人扶抱嘅方法，將學生由輪椅轉移落席。呢個扶抱嘅方法適合一啲體型較輕同埋細嘅學生。首先將輪椅推近地席，鎖上兩邊嘅剎車掣，解開學生嘅腳帶以及安全帶。扶抱者一隻手喺學生嘅背脊後面，另一隻手就穿過學生膝頭後邊，利用大髀嘅力，亦都保持背嘅挺直，慢慢將個學生抬起，再轉移到去地席嗰邊，慢慢屈膝將個學生放低。同時要記緊要保持腰背嘅挺直。而家係示範穿臂扶抱法。穿臂扶抱法係由兩位同事合作嘅，一位負責上身，另一位負責下身。上身嘅同事先將手穿過學生嘅腋下，捉住學生嘅前臂。如果學生嘅手係較細嘅，我哋可以用兩隻手捉住；如果學生嘅手較大，我哋用一隻手捉住一隻手。同事嘅手臂夾住學生嘅肋骨架，而負責下身嘅同事就會手臂穿過學生嘅膝頭後面，兩隻手扣住，然後一齊發力。通常會由負責上身嘅同事發號施令，數1、2、3起。1、2、3起。而家係示範利用穿臂扶抱法協助學生由凳上輪椅。先將輪椅推去凳嘅旁邊，大約成45度，鎖上剎車掣，將會阻礙嘅扶手或者腳踏撥開。而家同時利用穿臂扶抱法協助學生上輪椅。1、2、3起。坐好之後，將安全帶扣返，再將扶手同埋腳踏擺返好，就已經完成咗啦。而家示範兩個人協助體能較弱嘅學生企架嘅方法。首先將學生推接近企架嘅位置，鎖上剎車掣，解開安全帶。兩個同事利用穿臂扶抱法將學生抱入企架，然後將學生企好，然後一位同事負責固定學生，另一位同事幫手綁帶。先綁臀部嘅帶，然後綁上面嘅帶。最後檢查埋學生嘅腳嘅擺位。以下示範係兩個人協助身體較弱嘅學生落架嘅方法。首先將輪椅推近企架，鎖上剎車掣。一位同事固定學生，另一位同事協助拆帶。先拆上面嘅帶，再拆臀部嘅帶，同時再用穿臂扶抱法將學生抱離企架，放上輪椅，然後扣上安全帶，擺好腳踏，就可以推走學生啦。而家係示範一個人協助下肢可以受力站立嘅學生企架嘅方法。先將學生嘅輪椅腳踏揈開或者拆走，推輪椅向前貼近企架，鎖上剎車掣，解除安全帶，
跟住請學生扶住企架嘅支柱，然後同時協助學生慢慢站立。再請學生將腳踏前入企架之內，喺企架裏邊企好。先綁臀部嘅帶，再綁上面嘅帶。最後檢查學生腳部嘅擺位。遇到緊急情況而有得你一個人嘅時候，可以用呢一種方法去幫學生落架離開現場嘅。首先將輪椅嘅腳踏揈開或者拆走，將輪椅推近學生嘅背後，鎖上剎車掣，然後先拆上面嘅帶，再拆臀部嘅帶，協助學生慢慢坐上輪椅，然後扣上安全帶，推開學生，上返腳踏，然後就可以帶學生離開㗎喇。首先介紹輪椅嘅各部分：坐墊、背墊、安全帶、手柄、扶手、後轆、輪環、剎車掣、前轆、腳踏、後傾槓桿，仲有防反桿，而大部分嘅輪椅都應該裝有嘅。學校大部分嘅輪椅嘅扶手都可以撥後或者拆開嘅，方便位置轉移。剎車掣用嚟鎖住輪椅，大致分為兩種。第一種係向後拉，第二種係向前推。而腳踏亦都可以撥開或者拆走，方便位置轉移嘅方法就係先按呢個腳踏嘅掣，撥開或者拆走腳踏，咁就完成㗎啦。裝返個腳踏嘅時候，只需要對住個釘位，對好之後撥返回原處，咁就可以啦。另一款嘅腳踏嘅做法都係相若，首先撳掣，將個腳踏撥開，跟住就可以拆除。安裝嘅方法就係將呢個膠塞插落去鐵管嗰度，再將個腳踏推返回原位。後傾槓桿係用嚟輔助輪椅向後傾嘅，常用嘅時候通常喺上落膊嘅時候會用到。防反桿嘅功能係防止輪椅後翻。如果同事見到有學生嘅輪椅嘅防反桿未有開出，請協助佢開返。現在係介紹手推輪椅防反桿嘅操作方法。喺學校最常見嘅防反桿主要分為3類，其中一種防反桿收起嘅時候，只需用腳將防反桿踩下轉入；開返嘅時候，同樣用腳踩下轉出。另一款收起嘅時候，要將彈鍵按下，再將防反桿轉上；開返嘅時候，再撳彈鍵，將防反桿向下。第3款收起嘅時候，將防反桿拉出向上轉；開返嘅時候，將防反桿拉出向下轉。以下係示範開輪椅嘅方法。先將手放喺輪椅坐墊兩旁嘅支架度，手指盡量留喺坐墊嘅上面，以免途中夾親手指。然後按住支架向下，直至坐墊完全打開，最後放回腳踏板。以下係示範接輪椅嘅方法。首先鎖上兩邊嘅剎車掣，掀起腳踏板，然後扣上輪椅嘅安全帶，最後用手執住輪椅坐墊嘅中間向上拉，輪椅就收起咗㗎喇。以下係示範輪椅上落石壆嘅方法。首先將輪椅推近石壆，上壆前請先知會學生利用後傾槓桿將輪椅傾後，再將輪椅向前推至後轆觸及石壆，
腳再踏住後傾槓桿，協助將前轆放回地面。最後後轆以石膊作支點，慢慢推上。落膊前請先知會學生將輪椅向後拉近石膊，後轆以石膊作支點，慢慢拉下，然後利用後傾槓桿將輪椅傾後，再將輪椅拉後至腳踏離開石膊，腳再踏住後傾槓桿，協助將前轆放回地面。無論係上膊抑或落膊，喺後傾或者落返輪椅之前，同時要知會學生，等佢哋有心理準備。仲有上落膊之後，記得開返個防反桿。而家係示範接 K 架，先拎起個 K 架，以後腳做支點，用雙手將 K 架兩旁嘅彈介同時撳入，然後向下推，架就會收起啦。而家係示範開 K 架，先將兩隻腳踏喺 K 架嘅後腳，雙手扶住前腳，將個架向上拉，直至聽到嚓一聲，個架就開咗啦。開咗 K 架之後，要檢查兩邊嘅彈介係咪已經完全彈出。如果彈介未完全彈出，學生用住呢個 K 架嘅時候，K 架就好容易折埋，學生就會跌倒。有時 K 架好難打開，可能係因為前面嘅關節接埋嘅時候接得太緊，只要鬆開嗰個關節，就可以好順利開到㗎啦。而家係示範接手推車，首先將剎車掣鎖上，再接起腳踏板，然後鬆開後邊嘅關節，再將手推車放低，用手撳住兩邊嘅支架，用力收起手推車。現在示範開手推車，首先將手推車拎起，一手揸住手柄，一手撳住支架，用力將手推車打開，然後將後面嘅關節鎖上，最後將兩邊嘅腳踏板放返好，咁就完成咗㗎喇。以下係介紹電動輪椅轉手動嘅方法。轉手動嘅情況通常係因為電動輪椅機件有問題或者電池用盡，其次係需要同事協助坐電動輪椅嘅學生喺狹窄嘅環境裏邊活動，又或者係上落校車嘅升降台。一般電動輪椅轉手動嘅掣都喺個摩打嗰度。呢一款嘅電動輪椅只係將個手掣向外擰，而做埋另一邊，電動輪椅就可以變成手推啦。將兩邊手掣撥返向電池箱就可以變返電動。以下呢幾款嘅電動輪椅可以睇摩打上面嘅圖示，上邊一個人即係話係電動，撥向下係兩個人即係手動。呢一款電動輪椅根據圖，我哋將個手掣向外撥，同樣做埋另外一面，就可以變成手推啦。將兩邊手掣撥返入去，就會變返做電動。而呢一款電動輪椅亦都係將手掣向外撥，做埋另一邊手掣，就可以變成手推啦。將兩邊手掣撥返入就變電動。呢一款電動輪椅較為特別，只需要控制一邊嘅掣就可以控制兩邊嘅鎖。首先掹起圓頂嘅掣，再將另一個掣向下撳，咁樣就可以變成手推㗎喇。轉返電動只需要將呢個掣向上推，直至原掣返回原位。最後請同事留意，當停定架電動輪椅之後，記得將佢變返做電動。如果唔係，電動輪椅就會流走，造成危險㗎喇。